滲水問題點解棘手？介紹聯合辦事處。喺香港，樓宇滲水問題一直都係業主頭痛嘅事，輕則牆身發毛、油漆剝落，重則影響結構安全，甚至引發倫理糾紛同健康問題。根據《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》第132章，政府設立嘅滲水投訴調查聯合辦事處，由食物環境衛生署同屋宇署組成，專門處理住戶之間無法自行解決嘅滲水投訴。舉個例子，如果你天花長期滲水，而樓上業主又拒絕檢查或者維修，你就可以向聯合辦事處投訴。聯合辦會透過喺度量度、色水測試等方法，嘗試揾出滲水源頭。一旦確認屬於衛生滋擾，更可以向相關單位發出妨擾事故通知書，要求限期維修。不過要留意，一啲複雜個案，單靠行政程序未必足夠。呢個時候，法律介入就變得非常重要。如果聯合辦程序停駛，或者對方拒絕遵從通知，及早了解法律選項，往往可以更有效保障你嘅物業權益。揾律師、揾業借等。